咁講到免浸嘅材料咧，就要視乎工程嘅需要而定啦。基本上咧就有現場撈嘅灰膏同埋石膏，又或者係即用灰噶。冇錯啦，如果係折批灰膏免浸嘅話，咁至少要有7日嘅護養期。至於係折批石膏咧，咁就最少要有20日嘅護養期咁先得嘅。仲有啊，如果係用灰膏批盪嘅話咧，咁就要先發灰，用水浸過石灰面，至少浸足7日，咁啲灰先至會完全發透噶。唔係嘅話，批喺牆身或者天花嘅灰膏，第二日就會爆灰仔噶啦。而且喺發灰嗰陣時，仲要記得用板冚好灰槽，千祈唔好俾啲雜物跌落去添啊！咁而室內批免浸咧，如果係即日可以完成嘅話咧，咁就要記得要先批天花，後批牆身至好啊。冇錯啦，咁室內天花就可以分為噴漿批盪、即用灰批盪同埋紙巾灰批盪。咁我知即用灰同埋紙巾灰除咗料唔同之外咧，批盪嘅方法都係一樣嘅啫。係啊，咁紙巾灰用嘅份量咧就係1份英泥10份石灰，同埋佔總重量3至5%嘅乾紙巾。而紙巾灰都可以採用乾紙巾、濕紙巾同埋玉扣紙嘅，但係如果用玉扣紙咧，就要先打散佢啦。至於撈法咯，就要跟足程序，先將乾紙巾加水，用攪拌器攪勻，然後倒入裝咗石灰嘅灰槽裏邊攪勻，最後倒埋英泥落去，再攪多次咁就得噶啦。仲有記得開好咗個料，係唔可以擺多過2個鐘頭噶。喺批天花之前咧，就要先淋足隔夜水，到做嗰日咧再灑多次水先得噶。之後工友就要按天花借墨嚟打灰餅喺天花暗角大約1.5米中至中距離，然後按照灰餅全面出齊遠柱頭，再用壓尺執平。跟住咧就要批天花夾口位，用灰瓷收平，然後全面批免浸，大約3至5mm厚度啦。之後再用壓尺執平，同埋用灰瓷收齊天花暗角灰屑噶。咁等到頭浸有適當收身，就可以全面批薄免浸，再用壓尺執平，同埋用灰瓷修補。而等到免浸有適當收身啦，工友就可以光第一輪，先光天花暗角，再全面順光線做第一輪光面。當天花第一輪光面完成之後咧，工友就可以接批牆身。而牆身免浸嘅準備工序咧，就同天花工序一樣嘅，都係要喺批免浸之前咧，先淋足隔夜水，到批免浸當日咧，再灑多次水嚟到保持牆身濕潤嘅。咁至於批料嘅份量咧，就係大約1份英泥加10份發好嘅石灰，撈勻之後就好跟手批免浸啦。因為開好咗個料，過咗2個鐘頭就唔用得噶啦，即係好似啲魚生攤得耐啊，都唔可以食一樣咁啫嘛。而且批嘅厚度都要計嘅。大約係2至3mm 咁上下啦。咁工友首先就要用灰瓷刮走牆身泥屑，然後喺上橋先批牆角位，跟住用灰瓷全面批牆身，之後就即時用壓尺通直牆身暗角、牆面、窗邊同埋窗頂位，再用灰瓷修補同埋用壓尺通直牆身噶。之後工友咧就要即時做第一輪光面。灰瓷記得要橫光，因為咁樣咧先至可以防止起波浪嘅。咁到呢個時候，天花灰面應該有適當收身，工友就可以光第2輪或者光第3輪，直至符合則師批核嘅樣板為止嘅。跟住就輪到批下橋啦。咁工序就同上橋差唔多嘅啫，不過工友記得要用壓尺通直牆腳至好啊。跟住工友就要跟手收齊燈箱位、門框位同埋窗邊位，再清洗埋門框噶。咁又喺等到灰面有適當收身啦，工友就可以光第2輪，同埋用暗角瓷拉暗角，或者光第3輪，直至符合則師批核樣板咁先得噶。至於用石膏做免浸呢，就要將石膏加水，用攪拌器攪成糊狀。咁由於石膏粉就比較幼細，密度又比較高，所以要分2浸即日完成先得噶。我知第一浸咧就係用嚟執填牆身窿仔嘅，而第2浸咧就係用嚟批劃牆身，減少起泡噶。仲有佢嘅備用時間咧係1個鐘頭噶咋。咁等到灰面嘅乾濕度適中啦，先至可以光多2至3次，
做到直至符合標準規格為止嘅。歌仔都有得唱啦，樹立最佳標準，樓房高質素。